因两个也是旧情难忘。小姐，安尼你唔对啦。是安怎讲？哎呀，我是讲哦，小芳的伊心肝内吼，敢若有小姐理念了，早就甲唐阿英放袂记的啊。对别讲，因两个是自细汉就斗阵，青梅顶嘛大汉。不过，只不过是……哎呀，小姐，那这哦，我捌比你搁较多。小芳的啊，你爱知哦，世间的查甫人吼，倒一个咧外倒情，迄拢假的。每一个查甫哦，拢嘛举身气骨，啊若有心咧，就袂记咧旧的啊。小王才毋是这种人。哎呦，差不多啦。小芳的若要讲还阁有爱迄个雅英哦，伊哪有阁甲放咧做伙走来咱林内山庄？伊这安尼嘛是不得已的。哎呦，什么咧得意咧甲不得已？这我听唔捌啦。规定吼，我知影伊心肝内敢若爱小姐你。才好诶！你这死走鬼，你若讲我老啊，算讲我黑白讲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啊无我等落来讲正经的，啊无讲伊小芳哦，伊无爱小姐你，伊就是咧爱迄个唐阿英，安尼会用会袂？哎呦，凊彩好诶！教你妈妈咧凊彩讲诶，小芳哦是爱阿冰，毋是爱阿英，啊你哪会安尼白讲诶？差不多呀，啊你听的是咧听啥？听头无听尾，等你嘛较差不多咧。爹的今日来，每日就是咧训练武功，看来是准备赴9月15断婚崖之约。平时，你当时来？爹，你看你练武练到训练忘我之境，连查某囝已经踮遮徛开半工啊，你都无感觉？
连母敢若伫咧求学同款，是原地深刻，敢若逆水行舟，无尽责任。而且已经多年无用棍了，假使若无较勤练，哪有可能通应付9月15断婚崖这场决斗？爹，你查某囝看来，你就算讲毋免搁再练武，毋免准备，嘛一定会拍赢伊。无咯，你会知影，杜行清一独步武林的昆仑刀法，已经响往江湖10多年，咱袂用你伤过轻敌。爹，伊的昆仑刀厉害虽然无毋对，也毋过伊已经风刀多年，假使伊若是弃刀不用者，免来是阿爹你的对手咧。戆囡仔咧，你毋通想甲遐尼诚天真。断婚崖之约，关系到双方生死甲名声。我相信杜行清一定会制作契刀。无可能。小凤，是安怎讲？你会知影讲无可能呢？以我听来的消息，9月15日，断婚崖之约，杜行清伊是袂用着昆仑刀来出手，要袂是要用什么甲我比试？赤手空拳。杜行清，你也太过荒唐了！竟敢如此来藐视我齐延坤！市长主，伊毋是藐视你，以我所知了，杜行清10几年前来红刀市，伊就立下誓言，伊绝对无要搁再用刀。我要甲伊决斗，就是要甲伊决斗伊独步武林的昆仑刀法。伊既然敢无要用刀，就算我赢伊嘛无啥物光彩。是啊，爹，我听到杜行清伊知影讲毋是阿爹你的对手，所以故意不爱用刀，赤手空拳要来赴约。到时阵就算讲伊若失败，阿爹你反倒转来，互江湖上的人踢笑啊！有道理。既然你敢无要使用昆仑刀甲我决斗，看起来断婚崖这场决斗已经无啥物意义啊！阿爹是不是应该爱来解除断婚崖之约？这啊，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这啊，好消息。什么代志？嘿哦，恁爱山庄的庄主吼，齐英坤对我讲哦，讲要取消断婚崖的之约。真实的啊？嗯，那安尼实在也足好的，也若无，咱小凤的人是伫咧恁那山庄呢，我吼实在是活要烦恼死了。拄对，也无到时阵吼，小凤甲我拢都爱参加这场决斗呢。阿亮啊，啊你敢知影齐永坤哦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啊，这吼可能是因为阮师傅无爱用昆仑刀的关系啦。齐永坤既然取消断婚崖之约，只是为着杜行清不再刀，哼，我绝对袂互因取消。你是要去倒？我要做饭互你食，你稍等一下吼。我要来办代志，你先食免等我。小环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敢讲你要搁去惹事生非？无啦，你是咧讲啥？我要来行行呢。小环，你免骗我。自从齐永坤伊要介绍断婚崖之约，等来了后，你面色都无共款。你是毋是心肝唔甘愿？你要看伊拼一日死我活？刘青，我已经加互伊活3年了。假使若是当初答应，我要搁再找伊报仇。9月15日，断婚崖之约，杜行清死的并是在齐永坤的手头，是伫我的手内。如玉的向前。
爱去。小花，当初是你亲口有答应，你不再追求迄个大乡情。你我相依啊，相为命。阮苦的山中啊，乡的安宁。我当初是答应，我要搁再找杜永清报仇，但是并毋是表示讲我有法度将13年前的代志拢甲伊袂记哩。后壁惨死伫咧断崖，世界遐尼遮凄惨。小花，敢讲我用全部的爱，也无法度解消你心中的恨。我一生恩怨分明，你对我的一切，我会永远感激你。我绝对袂辜负你。也不过，杜永清害阮连家变到今仔这款情景，伊也同款爱着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小花，突然勇敢，要取消断婚来治疗，敢讲，正是为着我唔使用这口昆仑刀。阿爹，这分明是齐延君，伊家己知影毋是你的对手，故意找借口。阿爹，无论齐延君是毋是找借口，主要是双方若莫谈起艰苦，这敢是真好咧。你小到无路用咧。阿爹风刀已经13年啊，江湖上的人物，大家拢将阿爹放袂记啊。断婚崖之约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会当互咱郑启同重振声威。阿爹，你讲对毋对？对。阿爹，那以我的看法，断婚崖之约，这不过是意气之争。现在齐永坤已经扬言要取消，这是表示讲伊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。阿爹，你又何必的？何必坚持要去赴约？大哥啊，你是安怎样？你哪会甲手反调咧？我是为老大人好啊，我无爱互伊为难。你实足无路用的啦！我是安怎无路用？无路用就无路用。免搁再争论啊！这个代志，我家己会决定。阿公，我听齐永坤已经取消断婚崖之约。请问是，你带一份拜帖去仁爱山庄一座，就讲我同意齐永坤伊取消9月15断婚崖之约。好，我即刻来去办。齐永坤安尼做，一定是受小芳的影响。小芳总算不忘旧情，有为我做啊。什么人敢挡我的去路？这条路是仁爱山庄所做的路，任何人都袂用个对遮过。我是正气回来，有拜帖要来见齐庄主。拜帖的，
拜帖啥？日记庄主，什么代志？奉家父的命令，当已取消8、9月15断婚崖之约。倒等于甲杜行清讲，9月15日断婚来之约绝对袂取消，叫伊大声准备后事，也通我去断婚崖领死。你什么人？仁爱山庄的后院，小小一个后院，岂能当家做主？闪开！我无论如何要记七成主。唔免，你即马就甲我死倒！你敢放肆！城主，郑体同上来拜帖。啥什么人呢？拜帖到人就离开啊。秦勇，甲准备文房四宝。是。爹，贴牌顶面是写啥物？你看，即日制作启动9月15日出断婚崖一决生死。爹，你已经决定要取消，伊哪会？伊是讲伊启封昆仑岛，我就会惊伊死。爹，要若安尼，你要哪回互杜行清呢？准时服用。大老前辈，这位前辈，听讲断婚崖之约已经取消啊。安尼也好，老夫已经年迈了，也无必要为这种无需要之争。阮陪愿希望会当大开眼界，一岛南北相容的良州好道。必了的时阵，阮袂会当按照大老前辈一臂之力啊！都是啊，若是讲凭记庄主伊的武功啊，会当在暗中帮助师傅你。准讲佫3个饲养困来，也无你甲信。其实，以大老前辈你独步武林的昆仑道法，根本就无需要阮辈暗助，也一定我都能胜过饲养坤。这就歹讲，老夫风刀刀刃，恐怕。主呀，你是怎样？阿爹，我靠仁爱山庄，伊后院唔肯予我入庄记庄主，搁将我杀伤。饲养坤，的确真可，欺人太甚。欺人太甚！记到回去，来。敢讲师傅风刀正气长，就无人敢出头时。是啊，阿爹，断婚崖之约，阿爹你若是唔去，孩儿就是我下牺牲这条性命，也要甲饲养军拼者。我想这个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，太丧事。大老前辈，江河多乡，公
师傅，纪公子讲伊真对，请师傅开刀对付齐永坤。阿爹，你若无用昆仑刀，恐惊毋是伊的对手。生死关头，请阿爹当机立断。师傅，你也来开刀。我来三思啊！我红刀至今，扎扎在六将金刀在开开，中石江河必会开杀界，必会血洗迄个断魂来。阿公年纪，此时到你去灵亲伊开金刀。咱开刀以赴，这嘛并无错。何妨当主你母的牙膏。讲我前辈，饲养坤目中无人，欺人太甚，杀伤了杜前辈。敢讲当了前辈，你就来等到饲养坤率尽剑气动来迄个时阵，你才要开金刀是？也若安尼，恐惊会来不及咯。阿爹，师傅，为着你一生的英名，为着刀家家家顺顺的缘故，请阿爹开刀。师傅，开刀，开刀。一定爱开刀。请阿爹开刀。师傅开刀，请阿爹开刀。开刀，师傅开刀。这时准备9月15日，你出世，断魂来好用。